冚家鏟個天突然穿咗個窿，有班搭客佬衝咗出嚟，佢哋亂閪咁肥，呢鋪死得人多咯，就好似世界末日咁。自從揾到宇宙魔方之後，單眼佬叫番薯槍搞生產，但係空間寶石邊有咁容易控制？結果開咗個傳送門，送咗邪神洛基過嚟，呢鋪閪個糯米雞，隻柒頭子彈都唔驚，3-2下就砌低班馬仔。盲公陳都俾隻閪佬控制咗，單眼佬見不時鳩路想較腳，人可以走，魔方要留低。洛基話自己嚟自仙宮，番薯槍識得雷神，知道佢哋係兩兄弟，點知俾洛基控制埋。由於傳送門唔穩定，基地就嚟冧啦。盲公陳打中單眼佬，立咗個傷就走。就喺幾條撚友想走嗰陣，單眼佬叫殘機截住佢哋，隻閪婆馬上去追，傳送門就嚟爆啦。單眼佬佢哋上咗直升機，下一秒傳送門爆炸，成個基地下沉。殘機英一支公想攔洛基冇可能，俾佢哋衝咗出去。佢架車俾石頭砸住冇得喐，單眼佬射實佢哋，唔單止冇用，就連直升機都閪晒，就咁樣俾洛基走甩咗。好在殘雞已經冇乜事，單眼佬話係時候吹雞啦，幾條友分頭行動，大波連去山卡拉揾大隻廣，單眼佬就揾大隻西，戰機就去揾 Tony， 另一邊番薯槍加班加點搞生產。洛基喺彩虹橋嗰次冇死到，仲同閹雞合作諗住統治地球，同時大隻西佢哋上咗航母，隻航母居然識飛，睇個樣值唔少銀紙，甚至識隱形，真係巴閪閉。洛基佢哋都有嘢搞，為咗穩定傳送門要揾一樣隕石，佢哋嘅行動俾單眼佬睇到，叫大隻西做嘢。洛基佢哋分頭行動，佢去攞視網膜，盲公陳就喺研究所門口等緊。洛基攞咗視網膜，馬上傳過去，研究所隻門開咗，盲公陳順利攞咗隕石，跟住洛基變咗幾個分身嚇鳩班人，叫佢哋跪低。有個老坑唔屌佢，隻閪佬諗住攞佢祭旗，緊要關頭大隻西趕到，大波連亦瞄準隻閪佬，大隻西同洛基打，不過唔夠佢打，好在 Tony 趕到，隻閪佬唔敢喐啦，跟住捉咗佢上飛機，點知突然行雷閃電，係雷神嚟啦，粒聲唔出搶咗洛基就走。Tony 唔知佢乜水，即刻去追，大隻西同樣跳咗落去。雷神問細佬魔方喺邊，佢話唔知呢。突然 Tony 殺到拉住雷神飛走咗，兩隻閪佬三唔識七打大交，雷神出絕招電鳩佢，仲勁過超級快充能量爆棚。Tony 即時還拖，咁搞法仲得了，大隻西做和事佬。不過雷神唔屌佢，一錘揼落去，估唔到彈開咗，家下乜火都出晒，班閪佬唔打啦，跟住捉咗洛基上航母，困咗佢喺 VIP 房，間房好特別，下邊有個窿，一撳個掣就會喺萬幾米跌落去。雷神話細佬同閹雞合作，有支軍隊諗住佔領地球。一陣間 Tony 嚟啦，研究所唔見咗隕石，用嚟穩定傳送門。佢諗住攞洛基之權杖研究，呢啲嘢就交俾 Tony 同大隻講。一閪佬想睇佢變身，俾大隻西屌咗一餐，上一鑊熟啊。Tony 懷疑單眼佬有秘密，已經叫管家破解系統。大隻西都有啲懷疑，自己去軍火庫揾真相。單眼佬覺得洛基係特登留喺航母，要大波連去鬥下佢，真係俾隻閪婆作到啲料。洛基諗住利用大隻廣反轉個 party， 要轉移隻閪佬先得。啱好 Tony 破解咗系統，查到啲嘢，同時大隻西攞咗碌炮仔過嚟。單眼佬利用魔方整大殺傷力武器，佢好大方承認，因為毀滅者嘅出現，人類冇勁嘅武器根本冇辦法反抗。幾條撚友喺度嘈緊，佢哋唔知盲公陳已經嚟咗。大隻西同 Tony 嘈得最犀利，喊打喊殺。盲公陳射咗一箭喺航母度，下一秒支箭爆炸，誇張到閪咁，威力好勁。Tony 馬上去着戰甲，3號引擎彎鳩咗，再彎多個就會跌落去。大波連唔好彩俾嘢砸住，同時盲公陳帶班馬入嚟，大隻講控制唔到變咗身，第一時間喐柒大波連。Tony 就同大隻西去修復引擎，大波連俾隻閪佬揈咗下，痛到閪咁，隻閪佬仲想喐柒佢，好在雷神拉走咗佢，跟住兩個隻抽。另一邊 Tony 揾到問題，要大隻西等陣拉閘，雷神同大隻講打得好閪 happy。另外有馬仔入咗駕駛室，單眼佬冧咗佢哋，驚航母俾大隻講拆咗，叫隻戰鬥機引開佢，結果辣起隻閪佬把火，跳上隻戰鬥機搲到爛閪晒，飛行員屌唔過，彈射鬆人，又俾佢捉住揈咗出去，大隻廣亦跌咗落去。另一邊有馬仔嚟搞震，唔俾大隻西修復引擎，盲公陳射咗支箭入電腦，搞到系統彎晒，引擎冚唪唥唔喐啦，隻航母冇咗動力，即時跌落去。Tony 人力起動引擎，大隻西同馬仔打爭啲瀨嘢，雷神就去揾細佬，隻柒頭已經開咗門，佢撲過去，結果中晒計，困喺 VIP 房。洛基想撳掣嗰陣，線雞趕到，估唔到俾隻閪佬陰咗，跟住撳咗個掣，間 VIP 房即刻跌落去，半天半地，雷神冇晒符 fit， 好在喺落地前衝咗出去。另一邊大波連同盲公陳隻抽，隻閪婆都幾勁下，打暈咗盲公陳，隻航母仲跌緊落去。Tony 出盡飲奶嘅力，引擎卒之喐啦，佢叫大隻西拉閘，不過隻閪佬唔得閒，Tony爭啲夾死，緊要關頭隻閪佬拉咗閘，Tony咁先執翻條命。洛基隻柒頭已經上咗飛機，拜拜啦，線機就死撚咗。單眼佬趁機要組織復仇者聯盟，
落到地嘅雷神同大隻廣都冇嘢，盲公陳亦恢復翻意識，戰機死咗，大家都冇乜心情。Tony 覺得洛基隻柒頭中意出風頭，一定會揾個好高嘅地方做嘢，氣晒。果然番薯槍喺 Tony 大廈樓頂擺好陣，大隻西幾個98加滿馬上出發。Tony 飛翻大廈，叫番薯槍停咗魔方，對唔起住停唔到。Tony 唔信，揈咗一炮，不過彈開咗，番薯槍都暈閪埋。魔方有純能量保護罩，冇辦法。洛基隻閪佬就喺上邊等緊。Tony 一邊行一邊除戰甲，型到閪咁，問隻閪佬飲唔飲肉冰燒，佢話飲開大狗唔同味道。Tony 趁機戴咗手環，跟住就同洛基吹牛閪，辣起佢把火，又想控制 Tony， 點知試咗2次都唔得，興起上嚟揈咗佢落街，戰甲馬上飆落去，西鳩撚嚟喺空中定位，再着上身幾秒鐘都唔使就搞掂晒，得咗。落地前1秒彈翻上去，佢揈咗洛基一炮。呢個時候魔方出嘢啦，唔使幾耐開咗傳送門，有班腎仔嚟啦。Tony 上去截住佢哋，可惜冇乜效果，數量太多啦，班死腎仔亂閪咁嚟，搞到地面7角咁亂。洛基又着翻嗰套衫，撈到閪咁。雷神飛上嚟叫細佬閂咗傳送門，邊有可能會聽佢講？兩兄弟馬上開片。Tony 帶班腎仔遊花園，大波連想拍埋大廈，反而俾洛基打中，飛機轉咗幾圈跌咗落地，3條友行咗出去。呢個時候傳送門嚟咗隻大嘢，有更多嘅腎仔跟埋尾。雷神仲想勸下細佬，點知俾隻閪仔吉咗一刀，跟住跳咗上搭客佬度，隻柒頭亂閪咁嚟。大隻西指揮差佬做嘢，但係隻閪佬唔屌佢。不過見佢砌低幾個腎仔之後，即時安排啲馬做嘢。大隻西又翻上去同盲公陳會合，雷神喺上邊飛落嚟，佢試過都閂唔到傳送門。呢個時候大隻廣開架嘉陵仔過嚟 ，Tony 引條泥掹過嚟，大隻廣瞬間變身一拳中過去，條泥掹當場反肚 ，Tony 再打爛條鹹魚，條泥掹死撚咗。班腎仔好似有感應，鬼殺咁嘈，啱死咗一條，又嚟多2條，含啦！大隻西指揮佢哋做嘢 ，Tony 送盲公陳上去睇水，雷神就去打頭陣，大隻廣負責拆樓，隻閪佬一出手，班水泥佬又笑啦，雷神一個大招搞掂一條泥掹，盲公陳一邊睇水一邊殺啲腎仔，大隻廣跳上條泥掹打，佢哋都知道如果唔閂傳送門，打到天光都殺唔晒，呢個任務就交俾大波連。Tony 同大隻西整咗套連續技，大隻廣就揼緊條泥掹，雷神同佢配合咗一波，冧咗條泥掹。呢個時候番薯槍醒啦，另一邊班大老細決定用核武器，單眼佬唔制，除非班閪佬搞唔掂。洛基追住大波連想殺佢，盲公陳憎到佢死，射咗佢一箭，不過俾佢接住咗，點知支箭爆炸，一柒頭跌咗落大廈，大波連亦跳咗落樓頂，同時大隻西跳咗上嚟，捉住洛基當佢生魚咁搭，慘到閪咁。番薯槍話權杖可以閂咗傳送門，碌嘢就喺下邊 ，Tony 直接衝入泥掹個口殺咗隻死嘢，不過自己亦跌咗落地，俾班腎仔打到閪咁。盲公陳啲箭射晒啦，有好閪多腎仔嚟緊，佢換咗個箭頭，跳落去轉身出嘢，就咁蕩咗去隔離棟樓。大隻廣仲陰公俾班腎仔輪大米，同時有架戰鬥機起飛，單眼佬一發 RPG 炸鳩佢，可惜第2架飛走咗，佢即刻打俾 Tony，3分鐘後導彈到市中心 ，Tony 唔得閒陪班腎仔玩，馬上去追，好快導彈發射咗，大波連要閂傳送門 ，Tony 叫佢咪咁心急，佢諗住帶導彈入傳送門，呢鋪可能翻唔到順德啦，打電話俾金毛拎，不過隻閪婆睇緊新聞聽唔到 ，Tony 揼盡油衝上天，航母班閪佬開心到閪咁，眨下眼 Tony 入咗傳送門，同時套戰甲冇電啦，導彈撞到飛船瞬間爆炸，多謝大佬送嘅火箭，班腎仔好似冇電咁即時累低 ，Tony 跌緊落去，大波連馬上閂門，好在 Tony 出咗嚟，但係冇辦法減速，雷神想去救佢，大隻廣快佢一步接住隻閪佬 ，Tony 喐都唔喐，唔會釘咗啩？大隻廣嗌咗一聲嚇鳩醒佢，呢場仗佢哋打贏咗，最後洛基同雷神帶埋魔方走咗。